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社會經濟看點頻道。今天我們將聚焦一個重要話題，深入探討英國和香港所強調的公共行政誠信原則 （Good Faith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），並將其與中國大陸的行政審查制度進行對比分析。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，香港政府未來的辦事路徑該如何選擇？有人提出最高誠信走不通這一觀點。接下來我們就進行客觀剖析，讓我們基於英國普通法、香港行政法以及截至2025年中國大陸的行政審批實踐，一同展開深入探究。首先，來了解一下英國和香港的行政誠信原則。在英國，公共行政的核心要義在於法治 （rule of law） 和程序正義 （natural justice，procedural fairness）。政府官員在行使權力時，必須秉持誠信的態度，做到公正無私、合理決策，並且要履行 fiduciary duty， 即像受託人一樣對公眾保持忠誠。這裡所說的誠信，並非合同法中的 utmost good faith， 而是公法領域的公共信任義務。政府的決策會受到司法審查 judicial review 的監督，以此確保權力不被濫用，決策不會武斷專行。香港作為普通法轄區，完整地繼承了這一模式。香港的行政法強調政府在行政過程中必須做到公平、理性，遵循比例原則 proportionality， 並且要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的機會。香港法院常常會對政府的決定進行司法審查，涉及土地規劃、移民審批等諸多領域。一旦發現政府存在不誠信或程序不當的情況，相關決定可能會被推翻。到了2025年，香港仍在不斷強化這一傳統。基本法保障了司法獨立，政府辦事始終以法治為根本準則，避免隨意干預行政事務。接下來看看中國大陸的模式，它與誠信原則有着顯著的不同。中國大陸的公共行政以行政審批和審查為核心，受到行政許可法、行政處罰法等法律法規的規範。政府在辦事過程中強調嚴格審查、層層把關、事前審批，例如項目核准、許可證發放等環節。這既有大陸法系的傳統特徵，又融入了中國特色，注重國家調控和社會穩定。行政審批往往需要多個部門會簽，還會進行專家評估，但公眾參與相對有限。以重大項目為例，需要經過環保、土地等多個方面的多重審查，其目的在於防範風險，確保項目合規。然而，也有批評者認為，這種模式可能會導致行政效率低下，權力集中。近年內，中國大陸推行放管服改革，致力於簡化審批流程，推廣網上辦理業務，提出最多跑一次的目標。但總體而言，審查導向依然是主流。政府積極主動地進行把關，並非完全依賴當事人的誠信。那麼，英港模式與大陸模式的差異究竟體現在哪些方面呢？英港模式具有較強的事後司法審查機制，政府權力受到法院的嚴格約束。該模式強調程序正義、比例原則以及公眾信任，默認政府會誠信行事，但一旦政府違規，當事人可以通過起訴來推翻相關決定。其優點在於能夠有效保護個人權利，防止政府權力濫用。不足之處在於有時行政效率較低，並且依賴強大的司法體系。大陸模式則以事前審查為主，審批制度嚴密，政府積極主動地進行干預，通過層層審核來確保政策得以有效落實。其優點是能夠高效防控風險，實現統一執行。缺點是可能會出現官僚主義現象，導致審批流程拖沓，增加個人負擔。簡單來說，英港模式依靠法治誠信加司法把關，而大陸模式則依賴審查審批加行政調控。這兩種模式的差異反映了不同的法律體系。
即普通法與大陸法加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區別。最後一部分，探討香港之後應該選擇哪種路線。誠信原則走不通這一說法是否成立？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，基本法保障了香港的普通法體系和司法獨立，這是香港的核心優勢所在。政府堅持程序正義、誠信行政，有助於維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，吸引外資。到2025年，香港仍在不斷深化這一模式，例如優化政務服務，但並未放棄司法審查機制。如果越走不通，可能是指在維護國家安全、加強與內地融合的背景下，純粹的英式模式面臨一定的壓力。然而，完全轉向大陸的審查模式並不現實，因為這可能會動搖香港的法治根基，影響國際社會對香港的信心。在此，我們提出建議，香港可以走香港特色混合路線，一方面保留普通法誠信的核心原則，加強數字化審批建設，例如推廣網上辦事、提供一站式服務等，借鑒中國大陸在提高行政效率方面的改革經驗。另一方面，強化司法監督，確保政府始終保持誠信。短期內着重優化行政程序，中長期來看堅守法治底線，這樣既能適應國家的發展需求，又能充分發揮兩制的優勢。綜上所述，誠信原則並非走不通，它是香港的立足之本，需要與時俱進，不斷適應時代的發展變化。